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彰化县有一对开新团的里长翁仔某，拢来为着病毒，因为两翁仔某会定期到道场为民众来问事，进前阁举办法会为疫情来祈福，嘛因为安尼造成看县市侪人来确诊。彰化有信众，南投嘛有宗教的工作者，拢去感染到。目前这条宗教的传播链有4个人确诊，卫生局怀疑讲感染源可能是一个有去过网咖活动的宗教工作者。目前伊还阁咧隔离采检当中。伫新团内，有人举香哩拜拜，有人伫问代志，看到真有工作人员嘴暗扭来到下頦，无挂好。小小的新团我都保持社交距离，内面有4个人，有人嘴暗全咧扭落来。这间新团伫咧南彰化开这间新团，当地里长甲因太太拢确诊。他实际上6月12就发病了，所以他什么时候接触到病毒？应该是在6月初，因为潜伏期是14天哦，所以很可能是太太先发病。然后才先生被传染到。一个调查，60多岁这个里长的太太，伫6月12发病，估计伫6月7就已经去喂着病毒啊。不过这个70多岁里长是伫18才开始发烧，送医采检确诊。让人紧张的是6月7日，因伫这个新团办疫情祈福的活动。私人团啊，甲伊嫌伫遐济，有人来问，啊，有人来收惊，才有做啊。除了里长翁某确诊，这场活动还有来自南投的宗教的工作者以及参与静罪民众拢有确诊，也未有案份。县政府怀疑讲，这个感染源应该是为网咖罗南到彰化宗教的工作者。目前这个宗教的传播链有4人确诊，不过在这个防疫的期间，哪会使办活动？如果是法会，它就是宗教活动。那宗教活动现在是禁止的，那禁止就是调查，如果属实就开罚。当时敢有办法会，县政府讲爱国调查，本来是想要透过宗教活动祈求疫情消退，想要到早引起另外一波的群聚感染，真正是愈办愈害。